兄弟姊妹别烦心，请照讲。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，我的喙唇要学落你，我咬我的时要安尼学落你。我要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，我的心要饱足，亲像食骨脆油腻。我也要用欢喜的喙唇学落你。这时，咱要来唱圣诗，圣诗27首，我主上帝。圣诗27首，我主上帝，请起立吟全首。我主上帝，我来
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就是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，伫粪场一粒倒位来受苦，并是第四排作轮毂，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，上天，打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特别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平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高活，永远的大名。阿们，请坐。这时咱要来启用，请咱掀开圣诗后壁面，启用文25篇，第1043页。启用文25篇，咱三角来启用。我的心神啊，着阿罗上主。着全部事情都可应验是名。我的心神啊，着阿罗上主。毋通为记忆伊一切恩惠。伊赦免你拢总的罪。伊好你一切病。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。用出你进来做开关赐互你。伊用逐项好物，互你一世人满足。互你恢复少年，亲像鹰鸟永驻。上主施行公义。伊为着一切受压制人伸冤。上主有慈悲，有仁爱。袂歹身体，有丰盛的主义出来。伊袂久长责备。袂永远放身体。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。嘛袂照咱的罪孽报应咱。天离开地有偌悬？伊的权对敬畏伊的人嘛遐尼大。东离开西有偌远？伊予咱的罪过离开咱嘛遐尼远。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？上主嘛会安尼疼惜敬畏伊的人。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。伊记得咱不过是土本。人啊，恁的性命亲像草，因亲像野花生长互生，风一个吹就消失。无人会去看到。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。伊能保伊对爱伊的囝仔孙孙，就是正会遵守伊的约。重视遵行伊带领的人。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。伊的主万古日万。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。一边伊灵的使者，做伙念，伊拢总称赞上主。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差事啊！你拢着称赞上主。伫伊掌管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！你拢着称赞上主。咱做伙来读，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这时，咱要三角来祈祷。至关至大阿爸爸，主，阮满心感谢你。主，阮知你是疼阮的上帝。主，阮知阮若无你，阮实在袂当做啥物。阮也知，阮常常听见你的话语，但是阮也犹原常常做袂到，常常伫迄个罪的门前，伫遐来踅来踅去。主啊，求你圣神搁较大大帮助阮。阮要感谢你，因为阮的罪，你牺牲你的独生囝，为阮顶十字架来赎阮的罪。阮应该安尼孝念上帝你对阮的恩典，
互阮通对迄个罪当中会当来脱离，也互阮会当对上帝你的话语，伫阮的帮赞，互阮会当搁较做出甲人无共款的，会当有上帝你的款式。主啊，求你帮赞阮，伫即个受难周的头前，主啊，阮要搁一摆孝念你对阮的恩典，也互阮会当大声向人讲出上帝你的福音，互人会当济济来认捌主，得到安尼的恩典，甲阮同享伫你的主恩内面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愿你圣神甲阮同在，也祝福周牧师，伊今仔会知影会讲道，也会当帮赞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阮夭饿的心灵也会当得到饱足转去。阮感谢你，愿你圣神甲阮同在，互阮今仔聚会从头到尾拢伫上帝你欢喜的笑面内面。阮安尼感谢你，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即时我来报告。本会第一消息，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男神奉献主日。今仔日有差派周信典牧师，也就是男神现任的董事长，台南后架教会的主任牧师，前来教会讲道甲请安，咱欢迎伊。也敬请兄弟会当踊跃为着神学教育来奉献甲代祷。第二，本主日是中秋主日。照教会的节期已经进入耶稣基督受难周，敬请大家撇开喜庆甲旅游，也照着灵修甲主同行苦路，搁较深来体会基督为咱受苦的意义。也4月初2，星期五下晡3点，伫高北区，咱有要伫咱本会的敬拜中心来举办受难周联合礼拜。会中也要供修圣餐，敬请大家踊跃参加。第三消息，小会公告，本会定伫4月11日星期日下晡3点，要伫本会主堂举行王世俊牧师上任本会关怀牧师，何爱金牧师上任本会教育牧师受职的感恩礼拜，邀请各位兄弟来观礼，也同送主恩。为着统计人数，参加的请伫4月初4日进前来柜台遐登记报名。第四消息，本会办公室4月初2日星期5是儿童节的国定假日，所以有休假。4月初3拜六有正常来上班，敬请兄弟留意。第5项，本会1楼广场定期4月初2日一直到4月初10，也就是星期5一直到隔礼拜的星期六，咱有进行地面的整修工程，敬请兄弟出入教会时爱注意恁的安全。第6项，本会定伫4月11日星期日暗时7点半，要伫敬拜中心举办复兴祈祷的特会，讲师是谢来兴牧师。欢迎中职小组长同工一直兄弟踊跃参加。第7项消息，本会定伫4月18日星期日有举办2021年野外礼拜，地点是十股文创园区，也阁有一个地点是万国通路的创意观光工场。费用是每一个人1150块，这是5岁以上的，3岁到5岁的儿童是1000块。这个费用有包含车资、早中暗3顿的餐点，也保养费。教会会友每一个人补助450块。合作社如果你是社员，也每一个人补助200块。3岁以下的幼儿免费，无占位，但是嘛无用餐。报名到本主日进前10只车。只要迄个名额满，咱就查止。报名请到办公室。第8项，2021年本会受难周甲搁偌济纪念的庆祝活动，如下：
敬请咱兄弟姊妹为这事来代祷。3月11日星期三暗时8点有教会的祈祷会，地点伫富堂。4月初2星期五下晡3点有高北区受难周联合礼拜，地点伫敬拜中心。4月初4星期日上午6点有某囝教会联合朝阳礼拜，地点伫敬拜中心。4月初4日星期日上午10点有迄个国外节的学乐礼拜，地点伫主堂。也4月初4日上午8点头一场的台语礼拜，咱暂停一次。4月初4日上午9点到下晡4点半有国外节的关怀活动，主题是助老会救我关怀救人，地点伫教会1楼的广场。关怀者请你带你的身份证，也会当得到一份礼物。第9项，下周主日星期4月初4下晡3点半，要召开4月份定期中职会，敬请全体中职出席参加。单位首长甲同工来列席。下周主日4月初4日是中会所定传道部主日，敬请兄弟备万心奉献甲代祷。第11项有定买2021年每日研经释义的兄弟，请恁到办公室来签名领取第2季的册本。第2项具体的消息，欢喜的消息，恭喜咱本会杨志文兄弟，也就是杨树田兄弟的长子，真欢喜，因生一个查某囝，愿上帝赐福因。第2项，本会陈牧师今仔日受邀请前往台北重新教会培灵甲讲道，敬请为伊来代祷。这煞教界消息，咱请彭立长长老。教界消息，赞美操侍奉团队定伫3月31日星期三下晡2点半，要举办赞美操第9集的发表会，地点是伫高雄林良堂。欢迎兄弟当踊跃参加。要参加者需要办公室来收取入门票。当天教会有准备福音车，时间是1点要出发。要坐车的请办公室来登记报名。以上报告。接下来，咱要来读上帝的话，请咱看《提摩太后书》第1章第3节读到第7节，《提摩太后书》第1章第3节到第7节，伫白话语245页，台语汉语本244页，甲302页。现着我来读。我感谢上帝，就是我线接列祖用清气的良心所服侍的。伫祈祷的时，我少念你无煞，记得你的流目屎，暝日心无见着你，互我满心欢喜。念着你心内无假的信，这个信是大声点伫你的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尤尼基。我深信这个信也是点伫你。为着即个缘故，我点醒你，爱你将上帝对我的还手所予你的恩赐搁奋起，亲像火火搁炎一样。因为上帝所赏赐咱的，毋是惊吓的心神，就是关灵、仁爱、守己的心神。愿上帝祝福伊家己的话。这是学乐，咱要请上联圣歌队。
多谢上人圣歌对那天使真水的娱乐。接下讲道，咱要邀请周信德牧师，伊所要讲的题目是信仰的传承。咱拍鼓啊，欢迎周牧师。祝各位咱所敬听义从教会正中职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你有声无？有哈。真感谢主的恩典，今早起，互我会当代表咱台南新人院董事会甲院方来到伫咱油厂教会，向咱正中职兄弟姊妹，甲咱请安以及报告，关于咱台南新人院，期待咱正兄弟姊妹相同来关心，奉主名所设立的一间台南新人院，嘛真多谢咱过去。咱会关心、支持甲带导，互即个新人院会当伫咱台南的所在伫咱南部来做侪服侍工作，也通过上帝恩典来栽培侪上帝所使用的萝卜，来成做上帝所使用的器具，也愿上帝施恩赐福通过咱伫伊面前所服侍工作，会当成做上帝所祝福的。我大先来介绍我家己。我出身是伫咱高雄潘家金的教会，我伫1983年甲咱陈建业牧师同期毕业，我就受派一世人拢伫台南中会的所在，所以我伫台南六甲乡六甲教会11年久，后来来到伫关庙新隆教会9年久，伫2003年的时阵，也来到伫即个。后甲教会也今年进入伫第18档，我甲陈牧师共款，阮今年所服侍，拢已经进入到第38档的即个阶段。我真感谢上帝的恩典，通过上帝的带领，我会当真安尼得到上帝恩典满满，伫所服侍工作充满主的恩典，逐日享受上帝所赏赐的祝福。伫我以及阮的家庭，嘛伫侪兄弟姊妹中间看见上帝的祝福。一世人第一摆徛伫咱油厂教会的讲台所在，而且甲咱做伙来敬拜。我知影油厂教会甲潘仔金教会是真有渊源的一个关系。我即囡仔时代还阁有迄个相助会，因为咱拢白白是对旧城教会分析出来。油厂教会比潘仔金教会较早一点啦，所以大概就是那亲像兄弟的教会。我早时代我做囡仔，因为我的外妈外家就是大社家的所在，所以我囡仔时代拢常常会骑脚踏车经过咱油厂万中港，然后去到伫大社家的所在。因为我遐个母舅遐个故宫因伫迄个中间，所以阮拢真爱去到伫遐，会当甲因有真好的即款的联谊。所以
流昌教会，我想甲潘仔金教会拢有真深的即款的渊源的关系。但我要感谢上帝啊，伫我一生的中间，对上帝所承受，伫我的家庭内面有一个真敬虔的老母。啊，我做牧师是我还毋知影，啊毋捌世事的时阵，我的妈妈伫我4个月的时阵，就甲我奉献给上帝啊。所以，因为我大概出世了，生做听讲是较胖胖嘟嘟啊，我兄弟啊中间大概生做安尼较碰皮啊，所以我妈妈讲啊，这个就来奉献给上帝啊，真感谢上帝的恩典。希望伫成长过程的中间，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拜铁，兼且伫教会表现拢真正好，但是厝内面是互老爸老母上介意安尼艰苦心，甚至我的阿嬷慢慢甲我的老母讲某人，你敢真正要将伊奉献给上帝吗？感谢主，我的老母的坚持，也互我会当伫高中毕业了后，我就顺利去投考新人医。也通顺遂啊，所以甲咱陈景和牧师啊，阮拢做伙共期入去，也了后去做兵，佮倒转来共班，然后伫1983年也伫遐来受分派啊，我拢伫台南中会所在啊。其实要讲到阮的家庭，我想咱早期潘仔金的所在嘛是一个真坎坷的一个环境，所以我出世的时阵，我住到要读国小，大概我所住的厝，就是伫即个土角厝的所在啊。迄个土角厝大概就是阮兄弟姊妹啊，甲我老爸老母，阮拢住共间中一间客厅，边仔就是一间灶骹，了后就是猪条，佫有牛条。到伫我读国小1年的时阵，才来买伫即个即马的即个天上一路的所在，也伫遐来起一个平解的厝。感谢上帝，伫阮迄间厝落成的时阵，头前拢总有6个牧师去到伫阮的家庭的中间，甲阮三甲欢喜来庆祝上帝，互阮有一个新的厝地。但真感谢上帝，希望阮的家庭过去是一个经济毋是真正好，总是我的老母信仰真正坚定，所以伫伊的信仰生活中间，对上帝毋捌当生。照我所知影，一世人就是例行1/10的奉献。教会聚会无欠息，家庭佫较无用，做事佫较无用，无影响伊到伫教会的服侍。所以伫教会，伊掠上帝做要紧，伊掠教会的事工做优先，来排除侪的阻挡，就是要听主，就是要听教会，就是要听兄弟姊妹。照我所知影，每一个新学生去到伫阮潘仔金教会实习，拢伫阮兜伫食饭。我做牧师了后，我才发现实在是无容易。一顿两顿，请人来到咱的家庭食饭不要紧，你甲想暑假2个月，对早顿、中昼顿、暗顿，阮拢爱去教会去请新学生，甲老师讲：老师啊，我妈妈已经款好啊，请你来阮兜食饭。2个月的时间。无欠息，2个月时间安尼伫款待传到遮，所以我到伫侪美国的所在，到伫北部开总会时阵，还佫有侪的长辈，遮的牧师遮传到遮，拢会问我的妈妈，看我的妈妈最近好无？感谢上帝，互伊伫旧年95岁，上帝煞伊世间的艰苦，倒转到上帝的所在。我的老母是一个伫信仰的顶面非常坚定，逐日读圣经祈祷，一世人。我毋知伊读圣经读几10摆，伊拢甲我讲，甚至到90岁时阵，伊拢甲我讲：师弟，我今年要读圣经，要读3摆，要读5摆。伊伫伊的生命中间，安尼伫遐伫例行祈祷的生活，逐日为着阮这囝儿孙，学我的阿嬷迄款的信仰，拄到伫伊的生命中间，伊读圣经，伊安尼温困祈祷，逐日为着阮这囝儿，为着这的孙仔。大细汉伫主的面前来祈祷，互阮三人伫所服侍工作的顶面，阮深深去感受到，就是有我的老母即款的信仰的祈祷来帮咱，来带领阮，
互阮会当伫一生的中间所服侍的工作的顶面，对上帝得到这款的快乐。亲爱的姊妹，咱对圣经的中间，也是讲咱对教会历史的内面，咱会当看见有侪真安尼上帝所重用的罗卜，因伫后壁面，拢有一个伟大的老母。咱对圣经的中间，咱看见有信心智慧的摩西，有一个老母叫做约基别。撒母耳这个祈祷的典范，咱看见伊有一个老母叫做汉娜，有听主顺服佮耐心。这个耶稣伊有一个老母叫做玛利亚。咱嘛看见军事大顶的老母海伦娜，帮助伊，互伊成做第一位信主的罗马皇帝。毛基督教伫罗马各所在来受接纳，来改变了西方的历史。奥古斯丁的老母，长40年久，为着伊的祈祷，互一个浪子的这个奥古斯丁来转化，来成做一个上帝所使用的。通过老母莫妮卡40年久流目屎逼一个祈祷，咱嘛看见约翰卫斯理的老母苏珊娜来培养2个优秀的传教者，来成做英国的社会，来成做英国的历史，来改变了这个英国的这个国家。咱看见伫咱的生命、伫咱的生活中间，点毋是安尼。但今日所以甲咱三党做伙来分享，通过圣经，今日咱所读的圣经内面，咱所看见这个敬虔教养囝儿，这个提摩太的老母幼年期，甲伊的外妈罗伊，因因的信心来栽培上帝忠心的萝卜，为着通伫罗斯德甲以哥念的所在，来得到人所称赞，也诚做保罗所真器重、所重用。诚做一个伫传福音的事工的顶面，诚好的帮衬，甲一个得力的一个助手。所以咱伫圣经的中间，咱看见保罗来称伊做我亲爱的囝。甲讲圣经内面伫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20节嘛，称伊做是真的囝。亲爱的姊妹，咱伫圣经的中间，咱看见上帝兴起伊所使用的，伫伊的家庭，伫伊的生命中间。就是因为有这个老母，有这个外妈来成做伊的帮助，互伊会当伫主的面前成做一个无见效的做工人。所以今早起伫这个所在，牧师嘛，甲咱三党用信仰的传承，甲咱三党来勉励，愿咱三党伫主的面前也领受到这款的恩典。所以头一项通过一段圣经，咱三角来看，伫信仰的内面所带来。一个无假的信，比如咱所读的圣经第5节，伫这个所在，甲咱讲，念着你心内无假的信，这个信是大声点伫你的外妈罗伊，甲你的老母幼年期，我深信这个信也是点伫你。保罗写这第2章的批信来互提摩太的时阵，称伊伫伊的心内有一个无假的信，并且提到着这个信是对伊的外妈罗伊。到伫伊的老母幼年期，所以互咱通看见保罗对这个家庭的了解，甚至羡慕，有伫这款的家庭的中间来受塑造、来受培养，互伊成做一个上帝使用的一个做工人，带来有这款无假的信伫伊的生命中间。亲爱的姊妹，到底什么叫做无假的信？什么叫做无假的信？无假的信，也就是在讲起。伫咱的心内有一种诚实、无虚假、无装他、无迄款安尼造作、无迄款安尼假外表讲好，心内个另外一种的思想。所以讲起就是伫信仰、伫生活中间所带出，实在是迄款的单纯、完完全全迄款的相信，100%的相信即款的信，因咱的上帝。是一个诚实的上帝，咱的上帝是一个无假的上帝，咱的上帝是一个公义、佮正直的上帝，所以伊也爱咱用诚实、用公义、用正直的心来面对这位咱所相信的上帝。诗篇51篇第6节，
大笔伫伊的祈祷内面，伊安尼讲：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，伫我的腹内，你要互我得到智慧。撒母耳第上卷第12章24节，先知撒母耳嘛对以色列百姓安尼讲：独独恁着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服侍伊，因为恁着少年伊为恁所行的事怎样会大。亲爱的姊妹，信心是向上帝所表达一款的信仰的态度。咱甲上帝的关系，毋是简单伫外在那点。这个外在的行为所带出的，就是咱心内迄个信。咱的心内迄款的生命所带出，咱有完全的信，迄款的坚定的信，所要带出伫咱的行为的中间，是一个坚定。我常常爱用一张树仔共款，你看这张树仔的坚定，毋是看伊的外在，毋是看伊的外表，是来看伊伫伊的根有定偌深，伊的根所定的，就当帮咱无论风台、无论风雨、无论伫什么款的环境的中间，就是会当互伊得到徛在。所以信是咱的本，然后伫咱的行为来表达、来显露出来。所以对咱无假的信，才会当产生诚实、公义、正直的行为，伫咱的生命中间。我感谢上帝，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我有一个老母，是讲我的老母毋捌字，我的老母毋捌读册，我常常甲伊讲：妈妈，你嘛得爱学写字。我的老母到7、80岁，她开始会晓写伊的名，叫做梨花2字。真简单的2字，总是伊一世人的中间，就是到伊真年老的时阵，伊希望做执事、做长老，后来受正这顶金教会甲伊设立做名誉长老，总是伊就简单会晓读白话字那件，伊汉字拢袂晓，所以呢，总是通过伫即款群读白话字，我毋知伊圣经读几十摆，总是通过伫伊明白上帝话。会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一个妇人人，来带领阮的家庭，来引带阮的家庭，互阮伫真正善车、真正困难的境遇的中间，上帝无放杀阮，上帝无互阮拄着见笑，就是因为我的老母、我的外妈、我的老母这款的信仰，因对上帝所存的100%的信心，我常常过去。要读新的时阵，我若是伫厝里，我会感觉妈妈，咱兜都无钱啊，你较着一定爱安尼奉献。我想到当时我的爸爸做事，我若切啊跳了后，哇，迄钱非常的济啊！哦，因为阮阵做8分外地的田，所以一摆收起来，若丰收的时阵，大概伫迄个时阵要几十万拢有啊。所以迄钱真济。但是我的老母这钱摕到了后，伊的确就该分7%分出来。伫阮的家庭的中间，我想咱过去有迄菜拄啊，菜拄内底有3个即个摊，阮有一个摊就是遐就是咧放奉献的钱。即个摊的奉献的钱，袂使普通时摕去用，普通时要用的就是另外一个摊，迄就是要买菜，要用啥物货对迄个摊摕。但是另外即个摊要奉献的钱，就是伫普通时所收落来清气好的钱，我的老母就该放伫迄个摊的内底，然后要去读主日咯，要去礼拜，阮就是对迄个摊把遐个钱摕出来。伊就是即款对上帝的敬虔，对上帝无有武慢，对上帝无有伫遐甲伊当生，伊是安尼坚定伫伊的信，100%的信，一世人。真少食油啊，靠啥物货？苏不天明牧师伫旧城教会时阵，就是甲遮个无囝教，遮个安尼无囝教会的兄弟姊妹教，用1杯白滚水祈祷。我毋知咱有种教会无？我伫潘太因教会，阮过去，我的阿嬷嘛是安尼，我的老母嘛是安尼。的确有一块杯啊，这块杯啊，普通是袂使啉，普通是袂使使用。这块杯啊，简单祈祷在用。伊若拄着艰苦，身躯病痛，身躯无好势，就讲啊，现在你去灶骹甲我添一杯白滚水，然后这杯仔去滴着白滚水来到伫眠床
然后规日眠床的所在，伫遐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，就啉迄杯的水。阮伫艰苦的时阵嘛是安尼。我以前我检查会甲我妈妈调整，妈去互医生看啦，去互医生看。就是我的老母真正坚定即款的信，上帝真正听伊的祈祷。伊一世人是下句，非常的艰苦。阮细汉的时阵，逐摆若看到即个北风起的时阵，阮就伫烦恼啊。因为伊若北风起，佮伊捌着水，下句就压起来。咱知影下句喘的是真正可怜，顶开缀袂着下气，哪亲像要死啊！哇！若拄着即款的情头的时阵，阮有当时看着伊的艰苦，会替伊伫遐，若像讲啊，即个老母要无去啊，阮会围着伊的边仔伫遐流目屎，伫遐替伊祈祷，就是感谢主。有一摆去，我的爸爸用即个空明车载伊要去到伫即个丁昌湖口探访的时阵，一个声甲伊讲：“你的病我甲你医好啊，我的病已经甲你医好。”感谢主，真正通过迄摆了后。伊到伫95岁，到伫尾期时，才小可迄个下句，佮小可举起来拿掉。上帝一世人投放伊即款的病症，互伊会当专研伫主的面前做侪服侍。通过即款的信心，通过即款的无假的信，通过即款的坚定100%的信，上帝互伊成做上帝所使用的。亲爱的姊妹，我相信即款的信，毋是干我的老母。对我来讲，到阮的兄弟姊妹来讲，阮拢承受着即款的恩典，互阮会当伫神的内面，更加通确信，咱的信是着对上帝存着100%无假的信。咱对圣经的中间，咱搁看见保罗啊，这个提摩太所带互咱的，是一个蛮当用嘴传，搁是用心来行出来。有人讲品质，什么叫做品质？好的品质，就亲像咱伫厝里伫遐伫控一骹好的料理的即个汤共款。好的汤对倒位来？好的汤对咱厝内面出来。好的汤就是爱甲伊熬，甲伊控，用时间伫遐甲伊熬出一碗好的汤。咱看见提摩太即个家庭。就是通过两代的女性来共同承担着这个家庭的责任。这两个女性共同做伙来培养，因为因无假的信，因为因对信心、对人生的这个价值是同款，所以带出有同款的信仰，也带出有同款的价值观念，也带出同款的方向甲目标，就来栽培出。这位少年的传教者提摩太，提摩太接受到伫这个家庭的教育，有对言传、对话语的点面，也有对伊的行为的点面来得到栽培。所以咱对保罗伫提摩太后书第3章14节到15节，伫这个所在安尼讲，若是你着常常踮伫所学习的、所深信遐的书。因为知是对什么人学的，也知你对细汉已经捌遐的性质，就是为互你有智慧，对信基督耶稣来得到救的。亲爱的姊妹，咱看见罗伊甲犹尼基，伊就是安尼来栽培上帝伫伊个家庭的产业，用上帝的话，用圣册来教导因。亲爱的姊妹，咱用什么来教导咱的囝儿？咱用什么来引带咱的囝儿孙，就倒转到伫上帝的话，用真理，互因会当对上帝的话来明白，来行伫上帝所爱因行的道路，来带领因来进入到伫上帝恩典的国度。教育心理学家安尼讲，讲人的行为定型是4岁进前，4岁进前大概拢毋知影什么代志，只会晓模仿。你甲伊讲直，伊讲直；你甲伊安怎行，伊就安怎行；你甲安怎爬，伊就安怎爬。对这个中间来模仿出来的，这就是身教，这就是慢大甲伊教，你个用行为来帮助伊。所以安尼就当带出一个，互伊行伫好的优秀的内面。咱看见
伫圣经的中间历代记录上卷25章第5节所记载，有一个叫做希曼的这个人。希曼圣经甲咱讲，伊有14个囝，有3个查某囝，拢伫老爸的指导的下面。这个人拢伫上帝的圣殿底下伫唱歌，底下伫拍鼓，底下伫弹琴，底下三人来参与伫圣殿的服侍。因为安怎？因为希曼伊用伊的行为来带领这17个囝儿，互因会当伫教会中间同齐做伙每日来服侍上帝。我的老母其实对我来讲，从细汉对我的信仰的要求非常的严格。其实我的老母无读册，伊嘛毋知影要安怎教阮读册，总是伊只有会晓要求阮。对细汉的确爱参加主日学，爱参加少年团体的聚会，参加早日的礼拜、下晡时的礼拜。特别因为我迄个时阵爱我读神学院，所以就要求我下晡时嘛，就爱参加礼拜，无论什么款教会聚会、大大小小聚会，拢得爱参加。我对6岁的时阵，我老母就教我读白话语、读圣诗。8岁的时阵，我就爱读圣经。教会有啥物款的聚会，袂使提，袂使讲要欠少，袂使讲到迄个学校要考试啊，学校有啥物款的活动，这拢袂当成做借口，就是爱到伫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常常伫做牧师了后，我拢甲这同工伫分享，咱细汉的时阵，啥物人无互人要求过，啥物人无互人逼过。啥物对一个牧师，你细汉伫你的信仰历程的中间，无互人安尼甲你要求、甲你逼、甲你勉强去到伫教会。我相信大家拢是，大家细汉的时阵拢是被要求，拢被逼去到伫教会中间。就是当咱领受到这款的恩典的时阵，咱就欢喜，咱就甘心，因为咱担着这个恩典的滋味。感谢上帝，通过我的老母。这款温温困困，通过上帝的话，通过伊的性命来带来，互阮今仔日，阮3个兄弟拢做牧师。我的大姐甲我的姐夫，嘛是伫台北的所在，嘛是做长老。伊的查某囝嘛献身伫上帝面前，来成做上帝所使用的奴仆。亲爱的姊妹，这一切我所要讲的，毋是要夸口阮有啥物，阮无啥物教。是因为上帝恩典祝福我，我有一个好的外貌，佮有一个敬虔的老母，就通过因的信仰一代传承一代，伫阮的生命，伫阮所服侍的中间，互阮深深得到感受，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所以这款的恩典，我相信通过上帝的带领，也要帮助，互咱伫咱每一个家庭的顶面，也是领受到这款的恩典甲祝福。那第3项，咱所看见伫这段圣经的内面，这款世代的传承，对罗伊、幼年期到伫提摩太，这3代就哪亲像一条真水的破链共款，一个交一个，对信仰到生活，对灵命到肉体，这款的生命3重连结，来构成了。一个真水、幸福美满的家庭的一个道位，就亲像诗篇128篇第40到第60，圣经伫这个所在，甲咱讲看，敬畏耶和华的人，的确要安尼得到福气。耶和华要对锡安赐福你，你一生要看见耶路撒冷的福气，你要看见你的囝的囝，愿平安归伫以色列。罗伊这个名的意思。就是心内欢喜。幼年期的名意思就是好的得胜者。提摩太这个名意思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。伊的名来讲出因的生命，伊的名来讲出上帝的恩典。亲爱的姊妹，信仰是起造伫咱甲上帝的关系。信仰是起造伫咱每一个人，咱的生命甲上帝的3重连结。所以咱常常伫教会中间，咱讲上帝无孙，上帝只有囝，就表示咱的信仰毋是
咱的士大人安怎样倒来，互咱的囝儿就安怎？毋是牧师囝就比人较有信仰，毋是长老的囝就较有信仰，这拢毋是，是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是要安怎传承到伫咱的下一代，互因永远会当甲主有深深的结连做伙，互因会当伫因的生命中间来领受到上帝丰盛的祝福，互一代会当传承一代，会当互一代继续得到上帝的恩典，甚至所领受的恩典比咱过去佫得到佫较侪。咱伫台湾教界，咱有流行一首的大咏诗，这首的诗讲：一代兴，二代明，三代就无无明，四代就你请我无用，五代就神明满处经，六代行踪不明。所以，互咱看见。这个拢是咧甲咱讲起，咱若伫咱的家庭无做即款的信仰的传承，干那咱即代伫兴，干那咱即代伫听主，咱的囝儿世世是毋是会当领受到即款的恩典，会当得到上帝祝福？若无即款的信仰的传承，若断去，检查就亲像即个诗所讲的，干那一代兴，二代明，三代就无明，到第四代就你甲我请我无用，摕来摕去。第五代就神明满处经，第六代就行踪不明。感谢上帝恩典，伫上帝听，上帝祝福。到伫我这代是第三代，到我的孙已经嘛是第五代。我相信伫上帝恩典的中间，要怎样将这个信仰会当好好传承伫咱的家庭，伫咱每一个咱的囝儿孙的中间，这是咱三当领受到上帝恩典。互上帝祝福伫咱的顶面，所以我真感谢上帝。上帝，我伫我的家庭的中间，有我的外公、我的外妈，因真正对过去潘台金教会伫这个历史的内面，因希望干那当执事，就是因对教会的服侍是无暝无日。去参与做工课了后，我的外公的确就拢伫教会。迄阵潘台金教会买一块新的土地的时阵。伊就开始伫遐捡石头啊，伫遐拖草啊，伫遐种草啊，种遐个花来料理、来款教会大细项的事。感谢上帝，我的老爸如果是一个做事人，我的老母会当用更较侪时间伫教会三当服侍，拢当诚济伫阮做服侍顶面来领受到上帝恩典。所以伫阮的家庭的中间，得到上帝即款的恩，领受到即款的祝福。阮伫所服侍顶面，靠着上帝恩典，过去我的士大人即款好的行道，即款的信仰来帮助阮，互阮伫逐所在所服侍，得到上帝所赏赐的快乐。所以每一摆，我伫阮的家庭三当自执的时阵，阮拢会用阮的家庭的即款圣经的即款的教示，来成做阮的家庭的一个座右铭。我老母所留予阮，就是论到我甲我的家，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。我老爸是讲毋捌字，无啥在讲话，但是有一摆，伊到伫80几岁，伫伊的生日的时阵，伊将这段的圣经节来送予阮。即句圣经节4篇37篇第25节，圣经安尼讲：我前少年打年老。总是袂捌看见义人受放杀，也耶和华做乞食。伊同人民人少人，耶和华得到福气。我老母就细汉的时阵，常常用箴言30章第8节到第9节来教导我。上帝话安尼讲：求你互虚假甲白贼离开我园，互我无丧香也无好业，用所着用的美牛互我食。行了我把足毋认你，讲耶和华是治罪；佮行了我丧香就头脱，地到亵渎我上帝的名。亲爱的姊妹，这拢是诚济伫阮的家庭，逐年，当阮自执，当阮来孝念阮的士大人的时阵，用这个来诚济阮的家庭的这囝儿孙的面题。感谢上帝恩典。上帝用安尼疼惜伊所拣选的，也保守敬畏伊的人，
愿即款的恩典，我相信毋是干那伫牧师的家庭，我相信也要伫恁的家庭来承受即款的恩典，互咱相当伫咱的家庭的中间来起做祈祷的这段，来起做荣耀上帝的这段，互咱的家庭是真侪蒙受上帝的祝福。所以也期待伫即个台南新南医的奉献主日，我也真期待，互咱每一个家庭会当栽培出上帝合伫上帝心意的这青年人，来加入伫神学教育，来受训练、受栽培，将来通伫上帝的葡萄园来做上帝所交托的工，会当互上帝福音伫即个土地顶面得到广阔。愿主帮助咱，也修赐互咱，通过咱的祈祷，通过咱的行道，要留落水的遗产伫你、伫我、伫咱每一个家庭的顶面。咱三个同心来祈祷。主必听阮的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用感恩的心，三同自执来到伫你的面前。主，你是阮的主，你是阮生命的主宰，也是阮所倚靠的。你怎样听阮、敬选阮，互阮三同进入到伫你的恩座前。亲爱天父，阮的上帝，让阮领受着你丰盛的恩典，让阮领受着对你来丰丰富富的疼痛的时。主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有缘会当伫阮的家庭、伫逐所在做好的工，来传扬主你的福音，来栽培，互阮的子子孙孙一代传承一代，互生命来影响生命，通栽培出侪侪上帝你所祝福、上帝你所要使用，而且优秀的一代，会当诚侪伫你的国度、伫你的葡萄园会做工人。主恳求你祝福。互你的名所设立悠长教会，主你怎样听惜你的名所设立的圣会？通过你尽忠的罗卜，通过侪侪忠心兄弟姊妹，三同伫这个所在做伙打拼，同心兴旺主你的福音。愿圣神你其亲自来掌管、来祝福，互每一个来到伫你面前的，阮的邀约对你来一个帮助，阮的欠缺对你来一个补助，阮的软正对你来得到永助，求主你用你无限的恩典，喜乐祝福伫阮以及阮的家庭的顶面。阮的同心恳求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。阿门。咱真多谢周牧师带来真水的信息，咱这个该拍破啊，感谢伊。这时，请咱起立，咱要来唱回应诗532首。我
请咱起立，咱做伙来做祈祷。咱要为着下面几项事来祈祷。首先，咱要为着缅甸这个国家百姓来祈祷，恳求上帝帮赞互缅甸这个国家的军政府，因为百姓带来的伤害，会当真紧来停止，互缅甸这个国家会当真紧来恢复一切正常。第二，咱为着新冠病毒疫情，互伊真紧会当来结束，咱做伙来祈祷。第三，咱也要为着台湾旱灾欠水来代祷。第四，咱为着台南新学医校务各项的事工来代祷。最后，咱为着身体软弱欠安的兄弟，咱为着因来祈祷。这是咱做伙举起咱的双手，呼求主三声，同心来祈祷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！主上帝，我伫你面前要同心来祈祷。主啊，我要为着缅甸这个国家，为着因的百姓来祈祷，恳求上帝你帮助因，恳求上帝你互这个国家为这百姓所带来的伤害，会当真紧来停止，互这个国家因会当照着上帝你的圣手来扶持，互因会当真紧来恢复因这个国家一切正常。主，我也为着世界面临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来祈祷。主，恳求你互尽现今所的疫苗拢会当有效果，会当这个新冠病毒这个病毒会当真紧来离开这个每一个生活当中。主，我也为着台湾欠水来祈祷。主，恳求你降落雨水，够野的雨水，互咱会当来使用，互台湾真紧来离开这个欠水的状况。主，我也为着台南新学医来祈祷，感谢上帝你设立台南新学医，新学医会当栽培真侪的牧者，互因伫上帝的圣工顶面会当来教会来牧养。主，恳求你来当，我也为着身体的软弱的兄弟来祈祷。慈悲疼痛阮的爸上帝，阮同心谦卑伫你的面前，我要向上帝你来祈祷。主，你是公义的上帝，你是怜悯的主。主，阮恳求你会当赦免阮的罪。主，阮恳求你会当听阮的祈祷，应允阮摆咧伫你面前的祈祷。主，阮特别为着缅甸这个国家来恳求，愿上帝你帮助，互因会当真紧恢复因的平静，互百姓会当过正常的生活。主，阮也为着世界各国的疫情会当来得到控制来祈祷，恳求上帝你帮助，互这个疫苗拢会当有效来控制这个这个疫情。主，阮也恳求你降落雨水，互台湾有够野的水通使用，互台湾面临这个旱灾欠水的状况会当真紧来解除。主，阮也要恳求你帮助台南新学院所有伫台南新学院，互因逐项校务、逐项的事工顶面，拢有对上帝来够野的稳定通使用。主，最后阮也要恳求你，恳求你的圣手会当扶持帮助教会这身体欠安的兄弟，愿上帝你赐福因，拢会当有健康的身体。主，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，同心祈祷，靠主圣名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奉献，咱请祭司来收奉献。
本主日是台南新人医的奉献主日，伫咱的周报内底有新人医的奉献地，请咱特别关心来奉献来代祷。请咱起立。三个来感谢，亲爱的主啊，爸爸，阮感谢你。主，阮知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悬，何等的深。主啊，阮知你疼阮。主啊，阮也知阮所有的拢是你所赏赐的。主啊，阮也将你所赏赐的，阮愿意带着礼物甲你的面前，因为阮知详细你，阮知主耶稣你要搁10倍、50倍、100倍祝福阮。也互阮台湾即块土地，也互阮无欠水，也互阮台湾即块土地充满平安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阮将阮所献的带到你的面前，愿你欢喜接纳阮所献的，也将这诚侪你施工的路用，也互搁较侪人会当欢喜来见主你的面，互因会当认捌上帝你的福音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愿你接纳阮所献的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靠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唱祝福祈恳。周牧师，当恁通平平安安出去，我将恁交伫上帝慈悲保护的圣手。愿听世间人的天父上帝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佮伫圣神的引带佮保护，互你领受主的平安，佮伊丰盛的恩典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Amen.